你知不知道，创业圈里有句笑话叫“就差一个程序员了”。你想要创业？嗯。但你是认真的吗？我认真想过了，看上去最艰难的路就是最近的路。这个里面呢有2万块钱，是我全部的身家了，再加上你的工资卡，里面应该有5万。未来要是不够的话，我还可以再想办法。你想把包养我进行到底是吗？我不用了，我自己有钱，我花我自己的。我这都是为了自己啊！你不知道我身上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我眼光好啊！所以呢，以后我就是你的投资人了。你以后对我态度放尊重点。我们这种有夫妻关系的上下级，不太方便公司管理吧？谁跟你夫妻关系了？还有啊，我们公司就2个人，你要管谁呢？好吧，那谢谢夏董事长对我个人跟公司的大力支持。好的，蒋总，那你准备怎么开始呢？首先租一个办公室。找房子的事情就我来吧，我对这个比较熟悉。那我们的技术人员呢？还有我们的启动资金实在是太少了，虽然能发一点工资，但是就这点钱能招来1、2个人就算不错了。没关系，我来解决。你来啦！哇，你都来了，这也太酷了吧！哎，是我喜欢的风景。不错。虽然你也来了，是能工作吗？这儿真棒。真不错，小西。别在那儿瞎说啊！我们自己设计的，能有个天花板不错了，要啥自行车啊？我觉得挺好的。哎，哇，还有茶水间呢！来看看啊，这办公室，看看这办公区可够宽敞的，漂亮。哎呀，有落地窗、风景要好的房子，上哪找的房子？我们暂时租不起。吗？这个房子已经是目前有限的资金里能租到最好的房子了。什么叫贫穷是最好的？贾成涵，你不用愧疚这话什么意思，特殊时期我可以不计较。上课中啊。委屈你了，陈大天才。这算什么？各位，广感的。谢谢大家，我都记在心里。接彩，走，我们一起。这是你的公司，咱们不是我们之间分什么你说我的？是我们是我的。害羞。哎，走吧，我们一起。你去吧。那我去了，我来了。接了，倒数。5、4、3、2、1。横向就是永恒的爱夏董事长。这也太肉麻了，郑哥，这名字可真是有点。这名字也太好了，高端大气有内涵。来，咱们来一场，来一场。你我来，别记了，这就弄一个手势吧。哦，咱们比克西，比克西。来比什么心呢？那开公司8嘛，咱弄个8。